今仔继续来看大甲镇南宫的董事长颜清飘换肝的手术恢复良好，今仔日顶部也就是早起出院了。负责开刀的高雄中家病院的名誉院长陈兆良来表示，这个颜清飘爸仔囝肝脏的移植是上界困难的手术之一。两爸仔囝精神的第一件代志，就是先关心对方的状况。爸囝情深，互人感动。镇南宫的董事长颜清标进行换肝的手术已经3礼拜啊，透早出院等于台中休养。院方表示，颜清标的手术真顺利，手术了后的食食嘛唔免特别禁忌。叮咛他不要过度累，而且他是可以回到继续贡献社会。病医表示，因执行过1990个肝脏移植的手术。颜清标爸仔囝算是上困难的手术之一，而且当初是5个后生查囝抢要捐肝给老爸，也互医护人员印象真深。醒过来的第一句话就非常关心他的父亲的情况是怎样。那么严董事长，那么他经过了11个小时的漫长的手术之后，醒过来的第一件事情也是关心他儿子的情况。颜清标中昼就会到台中，伊嘛去镇南宫来拜拜，感谢妈祖保的保庇。晚一点吧，哦，可能今天下午是不是？对。颜清标5月13进行手术，5月31号对加护病房转到普通病房，6月初5出院，恢复的状况真好。另外，伊的小弟颜清山嘛住伫高雄中间病院治疗肝癌，预计伫6月初6就会出院，回去台中。